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，12节到19节。出埃及记第12章第1节到第4节，11节到第14节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到26节，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到第17节，31节到3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濯足日，就是洗脚日啊。今天是教会历受难周的第4天，一般称为濯足日 Maundy Thursday， 是基督宗教纪念耶稣基督帮门徒洗脚的日子。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之后呢，帮门徒们洗脚。这一天是教会节纪念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最后晚餐以及洗脚的日子，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这个濯足日的意义。第一个角度是最后晚餐。最后晚餐其实是延续了犹太宗教的逾越节的晚餐，那是一个蒙受救恩的晚餐。根据出埃及记的经文记载，那一夜我要巡行埃及，杀死一切投胎生的，不管是人是牲畜，都要杀死。我要惩罚所有的埃及的神明，我是上主。门框上的血是你们所居住房屋的记号。当我看到这个血，我要穿越过你们家。在我惩罚埃及人的时候，绝不伤害你们。你们必须纪念这一天，为上主守这节。你们的子孙也应当守这节，立为永远的规律。以色列人面对杀长子之灾的苦难的时候，上帝透过这样给了他们命令与救恩。当他们在个人的家中呢一起吃晚餐的时候，他们因为领受了上帝的命令，而且按照上帝所说的在门框上面涂上了羊血，因此他们就得到了救恩。所以耶稣基督他设立最后晚餐与门徒一起享用，就是代表了这种上帝已经赐下的救恩给门徒们。今日我们在教会当中以举行圣礼典来纪念耶稣自己成为代罪羔羊，流他的宝血来保守我们越过那个罪的死亡，他还让所有相信接纳他救恩的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蒙恩得救。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6节所说的，我所传授给你们的是我从主所领受的。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，感谢上帝，不该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牺牲的，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吃过后，他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上帝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次喝的时候应该这样行来纪念我。
这样每逢吃这个饼、喝这个杯的时候，你们是在宣告主的死亡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第二个角度是仆人的角色。在耶稣基督福音书的时代，仍然有那种主人仆人那种阶级制度之分。那通常我们知道，主人或是贵宾才会有被服务洗脚的事情。但是耶稣基督他虽然是老师，却是为门徒洗脚。他这样告诉门徒：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老师，我尚且为你们洗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耶稣基督为门徒立了仆人的榜样，他要求门徒要成为仆人来彼此服侍。第三个观点，弯腰。帮人洗脚必须是要弯腰的，这代表着人的谦卑的意思。虽然耶稣是老师，却谦卑，成了仆人。如同腓立比书第2章5到17节所记载的，耶稣基督他谦卑顺服，成了仆人的形象。第四，束带束腰。在出埃及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束腰。因为当时候穿那种袍子的这种习俗之下，束腰就代表着随时准备要工作的。虽然我们知道逾越节所代表是随时要起身离开埃及，那某个程度来说，也是同样的代表了人随时预备好要工作了。第五，服侍。洗脚基本上就是一个服侍，我们刚刚说到的，耶稣基督为门徒们洗脚，就是立下了非常好的仆人的典范。圣经记载，他从席位上站起来，脱了外衣，拿一条毛巾束在腰间，然后倒水在盆里，开始替门徒们洗脚，又用毛巾擦干。因此他就交代门徒们要学习彼此的这种洗脚服侍的典范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穿上外衣，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。他就问门徒说：我刚刚为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尊我为师为主，这是对的，因为我本来就是。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老师，我尚且替你们洗脚，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。我为你们立的榜样，是要你们照着我替你们做的去做。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奴仆不比主人大，奉差遣的也不比差遣的人重要。第六，洁净。耶稣基督说，洗过澡的人全身都洁干净了，只要洗脚，你们是干净的了。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干净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领受洗礼，领受救恩，这样的人才能因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到洁净。最后诫命，彼此服侍，彼此洗脚，是耶稣基督的命令，他给的新的命令。他说：孩子们，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，你们将寻找我，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，正如我告诉过犹太人的领袖，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，
就是要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如果你们彼此相爱，世人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基督徒就当领受这样的呼召与使命，成为一位洗脚的仆人，谦卑顺服的呼召与旨意，成为上帝爱人的工具，能够容神益人。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，12节到第19节。我爱上主，因为他垂听我，他垂听我的祷告。我每次求告他，他都垂听我。上主赐给我一切的厚恩，我要怎样报答呢？我要向上主举杯，感谢他的救恩。我要在他的子民的聚会中，向他还我所许的愿。在上主的心目中，他的一个子民死去是多么的可疼惜的事。上主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跟我的母亲一样侍奉你。你已经释放了我，上主啊，我要向你献上感谢的祭，要求你告你的名。我要在你的子民的聚会中，向你还我所许的愿。我要在你的殿宇的庭院里，在耶路撒冷信守我的诺言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上帝赏赐我们救恩，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牺牲他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得蒙救赎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这样彼此相爱的精神，甘心乐意的来奉献，来服侍人，来荣耀上帝的圣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